錢財如流水，既能載舟，亦都能夠覆舟。嗰個喺牌局上談笑風生嘅好閨蜜，轉眼間竟然成為滅門慘案嘅推手。係蓄謀已久嘅陰謀，定係妒忌催生嘅惡念？係貪婪失控嘅爆發，定係人性深處嘅欺騙？大家好，歡迎收睇《越地詭錄》，我係 J。今集為大家帶嚟嘅係深圳信託花園誤屍案。2004年5月29日，深圳110接到一通報警電話，福田區信託花園9棟 E 座101有一單命案發生，死者嘅死相相當恐怖。15分鐘之後，福田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即刻趕赴事發現場，仲未行入門口，濃烈嘅腐臭味撲面而嚟。喺案發現場有5名受害者，包括2名中年男子、2名年輕女子，仲有一個4、5歲左右嘅女童。屋入邊被翻到立一亂，夾萬呈打開狀態，值錢嘅物品全部都唔見咗。兇徒明顯係衝住財物而嚟，落手相當歹毒。陳生係你報嘅警係嘛？咁你講下同死者咩關係？點解會出現喺度？呢度係我老闆屋企嚟嘅。最近公司負責緊一個項目，需要老闆親自審批。喺3日前，即係26號啦，老闆就冇翻過公司啦，手機同埋屋企電話都打唔通嘅。我就覺得奇怪啦，因為周生平時絕對唔會咁嘅。於是我就過嚟揾周生啦。咁見到佢2部車咧都停喺車位，應該係喺屋企嘅。不過睇落好似幾日都冇喐過，敲門敲咗10幾分鐘都冇人應。之後呢，我就去揾保安，叫佢試下喺陽台翻入去睇下咩情況。個保安阿叔死都唔肯，又話要請示領導，又點。我話唉，算啦，等我入去，有咩事我負責啦咁樣。一入去之後呢，話就聞到一陣好難聞嘅死老鼠味。見到老闆喐都唔喐咁瞓喺客廳嘅地下，側邊仲有一大灘乾咗嘅血跡，我梗係好驚啦，冇喐過呢度嘅嘢。然之後我就即刻報警啦。喺配合警方辨認現場嘅時候，小陳確認咗5名受害者嘅身份，佢哋係公司老闆周一南同埋太太向永俊，佢哋嘅女楊思日，家庭保姆林靜，同埋暫住喺呢度嘅公司財務總監黨振剛。完成初步取證之後，5具遺體被運返法醫鑑定中心作進一步檢驗。結果顯示5名死者都有唔同程度嘅體表損傷，死前都遭受咗非人嘅對待同埋折磨。最令人髮指嘅係4歲嘅楊思日，佢頸部有銳器形成嘅橫行切口，傷口深達頸椎前緣，通俗啲嚟講，亦即係俾人監生割喉放血。兇手竟然對幼童施加如斯酷刑，簡直係泯滅人性。法醫透過屍僵程度、屍斑狀態以及胃內容物，判定5人死於5月26日下晝至27日凌晨嘅唔同時段。針對呢個時間，刑偵調查組喺信託花園進行走訪調查。信託花園係深圳最早建成嘅高檔住宅區之一。雖然呢度嘅物業保持住每2個鐘一次嘅夜間巡邏制度，但咁嘅安保措施仍然都阻止唔到呢場血案發生。呢個單位嘅業主係周一南，持香港身份證。呢個單位係佢2002年購入。周一南喺深圳註冊有3間公司。根據小區嘅街坊講述，平時甚少見周一南蒲頭。對向永俊嘅印象係一個識得穿着打扮嘅少婦，接送小朋友嘅時候會打下招呼，佢份人都幾好笑容。保安話呢家人經常更換保姆，案發嘅時候嗰個後生女先嚟咗2個月。喺外人睇嚟，呢家人並唔高調，又唔覺得係幾有錢，但兇手就對呢家人嘅日常作息似乎了如指掌，唔排除係熟人作案。2004年5月31日，香港文匯報一則報道震驚粵港。報道話，鳳凰衛視前董事局副主席周一南及其家人喺深圳遇害。原來周一南曾經任職喺呢間亞洲傳媒機構。鳳凰衛視公關部隨即確認咗呢個消息。呢單涉及前傳媒高管嘅滅門血案，因為受害者嘅身份特殊，而且犯罪手段極其兇殘，迅速引發社會譁然。深圳警方高度重視，隨即抽調精幹警力，成立專案組，全面展開偵破工作。喺查檔嘅時候發現，楊思日係向永俊同前夫所生嘅女，而向永俊同周一南係冇夫妻關係證明，但其實都見怪不怪。喺信託花園住有唔少香港商人同佢哋嘅內地伴侶，因此大家私底下都叫呢度叫做姨奶小區。呢種關係構成嘅家庭，令到警方不禁懷疑，兇手作案會唔會同感情有關呢？譬如小三之間嘅爭風呷醋，或者正房走嚟報復。警方決定由佢哋嘅背景入手調查。周一南1954年出生於北京，1983年喺北京郵電學院畢業之後，進入中央電視台廣告部製作科，由廣告片剪輯、客戶對接，至到項目預算把控。
佢憑借住事事有落實、件件見成效嘅工作態度，迅速喺部門嶄露頭角，由基層科員一路晉升為副主任。1986年，經人介紹，周一南同北京婦產醫院護士趙平組建咗家庭。儘管婚後兩人有個仔，但佢哋各自忙於事業，聚少離多，夫妻關係冷淡。1990年，央視嘅廣告部開始佈局海外市場。周一南因出色嘅業務能力同執行力，被委以駐港重任。之後幾年，佢往返於深圳同埋香港，先後執掌華榮國際、中廣國際等央視旗下機構。呢個時候，一個叫做向永俊嘅女仔進入佢嘅世界。向永俊出生喺四川眉山洪雅縣洪升村，家境貧寒。3歲嗰陣，母親同父親激烈爭執之後，第二日離奇死喺屋企。父親因為涉嫌殺妻被刑事拘留。雖然3年之後因證據不足而釋放，但家庭嘅陰霾就此籠罩。向永俊小學5年級就輟學務農，之後喺縣城嘅服裝廠、罐頭廠打零工，直到1992年，年僅17歲嘅向永俊跟隨同鄉赴北京闖蕩，先後做過餐廳服務員、商場銷售以及私人會所嘅知客。因為面容較好，一次偶然嘅社交場合，佢結識咗周一南。對方成熟穩重、談吐不凡嘅成功人士氣質吸引咗向永俊，而向永俊嘅清真良麗亦都令到周一南深深着迷。兩人好快展開曖昧關係。由於年齡差距相差21年，而且佢知道周一南係有家室嘅人，向永俊最終唔願意維持呢種關係，翻到四川老家。翻咗鄉下之後，喺父親嘅安排之下，同原供銷社嘅司機楊文匆匆結咗婚。而喺同一時期，周一南嘅事業迎嚟咗新高峰。1996年，鳳凰衛視啟播，佢作為投資方華榮國際代表，出任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躋身亞洲頂級傳媒機構嘅決策層。不過好景唔長，1999年，隨住華榮國際所持有嘅鳳凰股份轉至中銀國際，周一南被迫卸任鳳凰衛視職務，佢迅速調整方向，創立廣告公司。憑借多年嘅行業人脈，公司成功攞到央視同埋鳳凰衛視之間嘅廣告業務。喺另一邊上，返鄉下結咗婚嘅向永俊生活過得並唔幸福。2000年2月8日，個女楊思日降臨人世，但到咗月底，佢同楊文就協議離婚。呢段婚姻因性格不合，爭吵不斷。向永俊喺煎熬中決絕退出。冇幾耐之後，佢帶住個女前往深圳打工。2002年，向永俊喺深圳重遇周一南，兩人舊情復熾。呢個時候嘅周一南雖然未有同趙平離婚，但就將向永俊視若珍寶。唔單止購買房產、金屋藏嬌，仲專登請工人返嚟照顧兩母女嘅起居飲食。向永俊從此喺深圳過住少奶嘅生活，日常同小區嘅女人打打牌、傾下八卦。佢身邊嘅牌友基本都係呢個小區嘅港商情婦，佢哋嘅收入由3000至1萬港幣不等。相較之前捱生捱死得個幾百蚊一個月嘅日子，咁樣嘅收入好明顯係嚟得輕鬆。喺命案發生前夕，周一南曾經多次向身邊嘅朋友傾訴，話自己遇到棘手嘅問題，諗住結束手頭生意，將信託花園嘅單位以及名下嘅汽車通通賣咗去，盡快離開深圳翻返北京。而一直跟隨佢嘅會計黨振剛亦都有同屋企人提過，話公司嘅生意越嚟越難做，計劃7月份就打道回府，唔再繼續做。結果只係過咗1個月，周一南同埋黨振剛唔單止冇踏上回家嘅路，仲一齊命喪黃泉。不過警方深入調查發現，並未有跡象顯示呢啲經營困境會引發深仇大恨，成為滅門慘案嘅導火索。至於向永俊，日常嘅社交基本圍繞牌局展開，因此警方將調查重點聚焦喺佢嘅牌友圈，透過梳理案發前後相關人員嘅活動軌跡以及通聯記錄，發現一個叫做吳婉翠嘅女子同向永俊往來頻繁。位於信託花園附近嘅悅來茶樓係向永俊經常去嘅地方。根據茶樓嘅服務員話，喺案發前一周，吳婉翠幾乎每日都同向永俊喺度打牌。鄰居透露話，吳婉翠有時會前往向永俊屋企幫手照顧佢嘅女楊思日，兩人關係非比尋常。然而喺案發之後，吳婉翠突然退租所住嘅單位，不知所蹤。案發嘅第二日，周一南名下嘅銀行卡喺深圳嘅多間商場產生高額嘅刷卡消費，於是警方逐格篩查監控視頻，確認其中一個刷卡消費嘅人就係吳婉翠。透過通訊記錄以及消費軌跡追蹤，警方鎖定吳婉翠匿埋喺東莞長安鎮一名同鄉黃波屋企，
5月31日凌晨2點50分，深莞警方聯合行動，喺呢個黃波嘅屋企將吳遠翠緝捕歸案，現場搜出白金項鏈等奢侈品。喺審訊室入邊，吳遠翠供出咗羅軍、張濤、鄭安、胡鋼、謝家正呢幾名同伙。羅軍同張濤喺案發之後已經搭火車着草返咗湖北宜昌老家。湖北警方喺宜昌嘅金家台招待所將在逃嘅兩人緝拿歸案。喺現場查獲周一男嘅銀行卡、4萬幾蚊嘅現金以及刀具、膠帶等犯罪工具，剩低嘅人亦都悉數落網。經審訊，羅軍、張濤、鄭安、胡鋼承認參與策劃搶劫殺人，謝家正供認決只係協助提取現金分贓。吳遠翠雖然冇參與行動，但喺成單案入邊扮演住一個重要角色。如果冇佢提供嘅重要情報，呢班人根本就冇辦法成功得手。吳遠翠1972年出生於湖北嘅貧困鄉下，初中輟學之後南下廣東謀生，因為冇一技之長，又唔想太過辛苦，只能夠淪為失足女提供服務。2000年佢返咗湖北結婚生女，之後丈夫因刑事犯罪而入獄，佢唯有獨自承擔家庭重擔。2003年佢又再度南下廣東，識咗香港貨車司機王強。起初吳遠翠嘅甜言蜜語氹得王強每個月支付幾千蚊嘅生活費俾佢，呢筆錢亦都夠佢每日打牌消遣。喺悅來茶樓，吳遠翠結識咗同樣係做人情婦嘅向永俊，兩人熟絡之後無話不談。向永俊年輕貌美，屋企有工人服侍，生活有額，而且經常有意無意咁晒周一男嘅財富以及對自己嘅寵愛。而吳遠翠因知識平平，身材走形，逐漸被王強冷落，經濟陷入拮據。因此佢對向永俊嘅生活既羨慕又妒忌。2004年4月，由於王強正式斷絕咗生活費，令到吳遠翠懷恨在心，於是萌生咗綁架報復嘅念頭。吳遠翠嘅姐夫有個舊同事叫做羅軍，同樣都係湖北人。呢個人生性貪婪狠辣，之前因非法侵佔公司財產被通緝，而家正逃亡喺深圳。吳遠翠揾到羅軍共謀搞錢計劃，羅軍就因為手頭缺錢，爽快咁應承咗合作。只不過呢個王強相當機警，死都唔肯出嚟見吳遠翠，刮又刮唔到佢，兩人嘅綁架計劃最終只能夠落空。於是羅軍又提議，不如搶劫其他有錢人，叫吳遠翠去物色目標。吳遠翠思前想後，最終將目標鎖定喺佢嘅塑膠姊妹向永俊身上。2004年5月初，吳遠翠同向永俊原本約咗另一位牌友喺向永俊屋企打鬥地主，但嗰位牌友臨時甩底。吳遠翠見係咁，主動提出揾朋友過嚟頂腳，隨即打電話俾羅軍話：快啲過嚟接觸目標。當晚8點，羅軍應約嚟到向永俊屋企，三人圍台激戰到凌晨3點。散場嗰陣，羅軍就發現向永俊屋企未有裝防護欄，心諗要落手呢家人一啲都唔難。之後吳遠翠化身情報員，持續窺探向永俊一家人嘅生活軌跡。羅軍又以打牌為由繼續踩點。期間羅軍多次遇見周一男，但周一男俾佢嘅印象似乎同有錢人一啲都唔搭邊，慢慢對呢個目標失去咗興趣。2周之後，羅軍就去咗湖南株洲，啱到埗幾日，吳遠翠突然打電話俾羅軍話：時機成熟，過嚟做嘢。呢個時候嘅羅軍正喺度同張濤、鄭安謀劃劫車，仲喺當地購買咗刀具。接到電話之後，羅軍帶埋張濤、鄭安，又透過 QQ 召集咗胡鋼，4人立晒架撐奔赴深圳。吳遠翠定落嘅作案日期係5月26日。呢一日，向永俊要帶個女外出就醫，周一男要返工，屋企只係剩低16歲嘅保姆林靜。喺案發當日，吳遠翠提前將向家嘅電話話俾羅軍知，仲特意叮囑佢向家嘅保姆姓林。等到向永俊帶個女出門之後，吳遠翠即刻通知羅軍開始喐手。羅軍撥通向永俊屋企嘅電話：喂，你好，你一定係小林啦，係嘛？我係向永俊向姐嘅朋友嚟㗎，我過嚟送茶葉俾佢嘅。佢而家喺唔喺屋企啊？唔好意思，向姐出咗去，而家唔喺屋企。哦，咁樣唔緊要啦。呢啲茶葉比較貴重，擺喺門口好似唔係咁方便，不如我先攞入去，等佢返嚟再同佢講啦。講完都未等林靜回應，羅軍就同張濤一支箭咁嚟到向家門口。涉世未深嘅林靜未經歷過咁複雜嘅套路，加之對方又能夠精準咁講出自己嘅姓，諗住對方係主人嘅朋友，毫無防備之心，打開咗房門。羅軍同張濤一入屋就假聲話要揾個地方擺低啲嘢先，然之後周圍觀察。等林靜轉身準備斟水嘅時候，
張圖突然喺身後邊掹出一把刀，頂住林靜嘅頸部，同時羅軍即刻用膠布封住林靜把口，將佢雙手反綁，雙腳捆住，將成個人拱入餐桌底下收埋，全程唔到2分鐘。冇幾耐之後，胡剛同謝安兩人亦隨後入到屋內，羅軍就前往小區門口放風。下晝4點左右，向永俊帶住個女開門入屋，胡剛喺窗簾後邊跳出嚟，用刀頂住向永俊嘅喉嚨，逼佢講出夾吻嘅密碼。謝安就控制住掙扎緊嘅楊思日，用膠帶綁住兩人嘅手腳，封住把口，再搶走向永俊嘅白金戒指、手機同埋銀包入邊嘅1000蚊紙。喺房入邊嘅夾萬搜刮出1萬蚊現金同埋多張銀行卡。傍晚6點左右，周一南放工翻屋企，埋伏喺門後嘅張圖用鐵錘猛擊佢頭部，謝安協助將佢撳喺地下，繼續用膠帶封住佢把口同埋捆綁手腳。喺周一南嘅身上搜出3800蚊嘅現金、620蚊嘅港幣同埋多張銀行卡、信用卡。晚上11點幾，黨振剛例行翻屋企對數，啱入門口就俾胡剛用鐵棍毆低。本身有心臟病嘅黨振剛當即陷入昏迷狀態。控制完呢間屋嘅人之後，羅軍立晒所有銀行卡出去揾 ATM 機查詢存款，見到周一南嘅賬戶入邊有600幾萬存款。一陣狂喜之餘，一個惡念喺佢腦海中飄過。佢翻到周一南嘅住所，同眾人商討跟住落嚟要做嘅事。既然佢哋嘅樣已經揚晒，呢家人日後一定會報警追查到底，為免夜長夢多，眾人一致決定斬草除根。黨振剛因過度驚嚇引發心臟病，已經斷咗氣，但張圖唔放心，仲係對佢補咗2刀。向永俊俾胡剛用布條勒住頸部，氣絕身亡。張圖再用刀猛吉周一南嘅身軀，喺側邊嘅林靜試圖掙脫，謝安就喺佢後頸連續吉咗3刀。解決完4個大人之後，呢間屋只係剩低4歲嘅楊思日，佢瞪大對眼望住羅軍。羅軍自己亦都有個幾歲大嘅女。做咩啊？你心軟啊？咁你帶佢走咯。喂，你搞清楚呢壇嘢係你帶頭搞嘅，佢一日唔死，我哋全部人都要死。學你話齋，斬草除根，係咪？案發嘅第2日，羅軍揾嚟同鄉謝家正喺惠州過嚟深圳處理贓款，最後分得酬金1萬蚊。佢哋7個人用搶翻嚟嘅銀行卡喺深圳嘅萬象城、金光華廣場等地瘋狂購物。購買金條、鑽石、攝錄機等等，單日消費超過63萬。羅軍就分得200萬嘅存款支配權，俾吳遠翠1張銀行卡同埋5000蚊嘅情報費。隨後幾人分道揚鑣，各自逃亡。2004年9月13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信託花園滅門案嘅8名案犯作出一審判決，主犯羅軍、張圖、謝安、胡剛、吳遠翠因搶劫罪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謝家正以轉移贓物罪判有期徒刑2年，黃波以窩藏罪判有期徒刑2年。除咗吳遠翠當庭哭喊罪不至死，兼且提出上訴之外，其餘案犯都唔作出上訴。同年11月底，經省高級人民法院核准，5名主犯被執行死刑。臨刑之前，吳遠翠終於顯露出悔意，而羅軍就對受害者家屬鞠躬致歉。當槍聲劃破天際，呢場因慾望滋生嘅悲劇看似落幕，但估唔到更大嘅人性荒誕正喺度慢慢拉開。周一南驟然離世，身後留低咗約3000萬嘅巨額遺產，而向永俊名下登記嘅成都冠城花園房產成為遺產爭奪嘅焦點。向永俊嘅父親向文彬喺整理遺物嘅時候，發現咗一張向永俊同周一南嘅結婚證，登記日期係2002年。佢以為藉此可以令到個女擺脫第三者嘅標籤，幫助直系親屬獲得房產同埋其他遺產嘅繼承權。然而，洪雅縣民政局就證實檔案入邊冇2人嘅結婚記錄，當地發放嘅結婚證編號開頭應該係川洪文，而向永俊嘅證書上邊嘅編號就寫住川洪雅文。另外，作為香港公民，周一南嘅涉外婚姻需要省級民政部門登記，縣級機關無權受理，而且佢同原配妻子趙平嘅婚姻關係始終存在，根本就冇可能同向永俊結婚。向永俊最多只係同居女友。咁結婚證係邊個偽造嘅呢？係向永俊定係周一南？偽造嘅目的又係咩呢？已經無從考究。雖然楊思日並唔係周一南親生，但長期受周一南撫養，形成事實撫養關係，依法享有同婚生子女同等嘅繼承權。趙平透過律師主張，
冠城花園嘅房產購房款屬於夫妻共同財產，向家人冇權繼承，要求法院追訴歸還。向文彬就出具向永俊銀行賬戶嘅付款憑證，證明個女對房產嘅獨立處置權。雙方僵持之際，向永俊嘅前夫楊文以楊思日生父嘅身份強勢介入，將向文彬呢個前外父告上法庭，要求直接繼承亡女楊思日嘅遺產份額。戲劇化嘅係，向文彬喺前往法庭應訴嘅途中，突然遭遇車禍身亡，遺產嘅爭奪越發混亂。最終以楊文同向永俊嘅兄妹共同獲得冠城花園單位嘅業權同埋向永俊嘅存款而告終。扣除訴訟成本同埋債務之後，實際到手嘅唔到100萬。金錢能夠堆砌夢幻城堡，但就冇辦法填滿人心嘅溝壑。由悲劇到鬧劇，慾望終將反噬每一個貪婪者，因為超出認知嘅財富從來都唔係饋贈，更加唔會隨手可得。多謝你收睇今集嘅影片，我係 J，Ciao。